光管是落大雨造成的灾情，这台南中西区关定街对半暝开始就淹水，真侪民众半暝啊赶紧爬起来搬物件，要到60户受到影响。民众讲已经是连续淹水淹4天啊，认为是附近旅馆的工程造成排水系统塌掉的。市长就指控这建商结果外，望政府赶紧来处理。 明明无做风台，雨势嘛无真大。伫踮中西区的关停街这座路，却淹水淹甲抽封锁线，连警察要行入去斗三工嘛真难。若停在外口的乌托邦，规个拢浸在水内底，就连住户内底面的地下室嘛做大水，哪像水墙同款。这住户讲，因住30栋，毋捌发生过，因指控是附近周边长日起旅馆的工程所造成的。你看这怎么营业？整个地上都是水啊！我在3点外我就开始搬物件呢。 到后壁全国规拢搬咧，啊无搁淹者搁较厉害。这礼拜已经这是第3道，啊，我有甲李长讲，啊，李长拢讲请有关单位来看，结果拢无人做位嘛。你有看拄啊头前第一间遐？ 迄土规个拢对水沟来。经过了解，起旅馆这个工程正在进行土质改造，下底这搭是唯一大牌会经过的所在。煞因为施做工程时，整个帮膜放落去，地所土埋摄入去，才造成规个塌的水拢下袂离，将近有60户受到影响。水网业者讲，因有出动3台抽水机，不过民众也是怨叹，别若落雨就淹水，烦恼风台机哪到，恐惊会更加严重。建商昨天信誓旦旦的说，他们会利用排水抽水机一定会把强力排水。我昨天半夜12点来，他们还是没有跑，没有做。建商很嚣张，建商说这也不是什么，建商甚至还威胁我们的住户，如果敢往上报，他要让他们好看。现在建商已经将从侧边开挖，预计要将泥浆清除水，从水沟内清除，然后看解决排水的问题。 这阵市府已经紧急调抽水机，先解决路面上积水的状况。教育局表示，业者确实有影响到公共排水沟，已经要求现场改善，嘛依照建筑法68条，罚1万8到9万块。记者李秀台南采访报道。